表妹，你现在忙吗？啊，表姐，什么事啊？你能借我1万块钱吗？啊，你借1万块钱干什么呀？哦，我公公住院了，你看我弟弟也不在家，他去出差了，也联系不上。这你看，我现在就差1万块钱住院了，你能不能借给我呀？这是个大事儿，刚好我这里有1万块钱，借给你吧。那谢谢你了，表妹，我走了啊。啊，表姐是这样子的，你看亲戚归亲戚，是不是？借钱还是要写字据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写个字据，你看一下，然后没问题就签个字，好吧？好的。好，你看一下，这没问题你就签个字吧。行。好，那没事，我走了啊。你看我这个表姐哟，真是傻不拉几的。你看她写个金额还写个小写的，我在这里多添个0，她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是在这里净赚了9万块钱，真是太高兴了。哎呀，表姐，忙着呢。啊，是啊。这不我姐之前她那个公公在医院住院嘛，给你拿了1万块钱，当时我出差呢不在家，今天特意给你送过来了。哎呀，表弟，你看这钱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呀？没事，亲戚之间嘛，是吧？明算账嘛，是吧？有就赶紧给你嘛，对不对？没啥事，我们就走了，好吧？啊，表弟是这样子，那剩下的9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？什么9万块钱？哎呀，你看，这表姐在我手上借了10万块钱。10万啊？不是，你到底借她多少钱？弟，我就是借了1万。不是，到底咋情况？哎，表弟啊，你看这表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真金让他签个字的，你看这是他写的欠条，你看有没有？我这欠条上还真是10万元。不是，你当时签字的时候你没注意看呀？弟，我看了，就是1万，我才签的字，我看得很清楚的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在我手上借的确实是10万呢。再说了，这里又没有录像，又没有人证明，是不是？我这还有借条呢。表妹，我就借了你1万块钱，你现在要我还10万，我肯定不会认的。表姐，这是你签过字的，但凡有一个人证明我讹了你10万块钱，我给你双倍奉还20万。如果说没有人证明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10万必须要还给我。弟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别着急啊，是这样啊，表姐，这个字呢确实是我姐签的，我看得到。但是这个10万我刚才看了一下啊，写的是这个阿拉伯小写的数字啊，然后我看这后面这个0呢，这个字迹颜色又不一样啊，这个事呢现在是有点说不清啊。当然我相信啊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啊！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请大家帮我证明一下啊，我姐到底是借了我这个表姐的是1万还是10万啊？请大家好心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啊！